继续来看民进党的幕僚所牵涉的强谍案。这个案件上主要的人物是民进党一个姓黄的资深的党工，互吸收将做强谍。根据着周刊的报道，检调伫伊的手机啊，发现一款疑似是中国特制研发、拢无就市的加密的 App， 讲包括政府高层手机仔的资料、甲国安机密敏感的议题，拢是靠这个 App 回传予中国的窗仔口。但是办案的单位到今也无法度破解这个定实。总统赖清德笑眯眯迎接马少年军讨共和国总统海年，欢庆两国已经建交27周年的好交情。以隆重的军礼，诚挚欢迎海尼总统阁下抗力。国家元首行程用上关规格个人直接，不管这种公开的或者是非公开的行程等等进出，说敢若已经互人看出。根据周刊报道，李阳幕僚牵涉强谍案泄露到一寡秘密。那赖清德的出访饭店现场安排免费的人，小米金电话、通讯录等等的个人资料，还有国安无效军事外交的战略分析，敢若拢泄露到中国。那呢，强谍阁掌握台湾党政高层含关市首长的私人生活，要用见效带来控制政府官员，打击人形象。总统也拿出高层手机的资料到国安机密的问题，检方查出这强谍使用的是一款无上市的中国间谍 App， 到这阵也未破解真实的内码。前民进党姓黄的资深党工，敢若早着伫咧读册时，就互买手去做强谍。这几年透过民进党民主学生社区的前副主任，渗透总统府姓黄的真资机，含吴钊燮姓何的真秘书，为交付真资到互人薪水，专采用单线作业。代志别康，敢若是县区的前副主任新任大部分的罪，其他人同款无新任犯罪，有可能可以在你不知道的这个情况底下，透过一些加密的方法去传送到其他对岸的这个情报组织上面去，那自然就会造成我们很多机密资料的外泄。对这件代志，总统府福建警讲，若是涉嫌犯背弃国家、配合境外敌对势力，做出伤害全民的罪行，拢爱受到严厉制裁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